好，掌声鼓励来5位请留步来请到这里，来请到这边，来到这里。哎呀，不得了了哈！哎，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可以见识到我们这个本村啊，我们的乡亲啊，我们乡亲呢所教育出来的下一代啊，现在都已经个个都变得非常的活泼，非常的有活力了哈！他们不再是局限在自己一个封闭的一个世界里了，他都会把自己最美好、最有青春活力的一面展现出来。来，请向前来，请向前到这里，一样啊！我们刚第一组呢也有接受过访问。好，在访问之前啊，我们要先请我们裁判组这边呢，我们的成绩都已经计算好了没有？都计算好了吗？好，因为我们下一个阶段就要做颁奖了啊！来，我们先来访问一下，来这边啊，第一位我们刚刚看到这个不得了了哈，还有看到你一招叫做八爪鱼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不得了，那个脚又这样，那个手又这样子，很像那个今天在抓鸡的时候，刚刚被抓到的时候哈。来，有没有去参加抓鸡？没有，今天要参加什么项目？跑步哈。来，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哈，我今天看到大家这个村民哈，我不瞒大家哈，把你的女儿送到左营中心训练中心去参加什么呢？参加训练什么呢？10项全能。因为呢，每一名的选手个个都是参加了10项以上哈，不得了！这个阿坡村的每一位青少年啊，来叫做什么名字？什么拉路？英文叫做 Happy， 是不是？叫做什么？班路。怎么有人取班路这个名字？来，芋头粉哦。来，叫什么名字？刘涵如。哎呀，涵如不得了了！今天呢，大放异彩哈！哎呀，不得了！来，原住民名字叫做。你的原住民名字叫做班路。叫做什么名字？不太会念了，人不是不是？哎呀，110，120了，爸爸叫做刘明真哦，非常有才华的一个青年哦，来，爸爸非常的杰出哦，妈妈叫做什么？妈妈叫什么？妈妈叫做真是的。妈妈叫什么？智慧有什么真是的？好，来，好，请到旁边来，下一个来。哎呀，不得了！你看，这个是刚刚在跳的时候哦，在后面最卖力，因为你们可能从那个角度看不到，我们在这个后面呢，我们看到非常的卖力哦。来，给他展示一下好不好？不得了！哇，你看你的手都会崩掉呢。你看那么细的一条，哎呀，绑多紧啊！几个人帮你绑？300个。是哦，好，来，练了多久？1个小时，你看1个小时就可以练成这个样子，来给他们掌声一下好不好？哎呀，来叫做什么名字？什么太简单？叫什么名字？对不起，那个叔叔可能耳朵被盖起来哈，有点听不到，要大声一点哈，来，蔡宇杰，来110。第1名，来向前一点来，我们要到前面一点啦哈，来，我们后面得到前面一点来，爸爸叫做蔡聪明是不是？好，来我们的妈妈叫做李雪萍是不是？哎呀，不得了了，可以生这么漂亮的女儿哈，来自上天的恩赐，来，请给我来下一位来，哎呀，来这个也是哦，在里面也是个非常勇猛的一个角色哦，一直用力的抖然后。没有也要把它抖出来就对了，然后来，请问一下，叫做什么名字？少婷，原住民名字叫做什么吧？好，来，爸爸名字叫做玉泉哈，来，在哪里啊？哎呀，爸爸不得了，爸爸又会唱歌，妈妈都会唱歌呢哈，要不唱歌？妈妈叫做不好意思。我说妈妈都会唱歌，你说妈妈不好意思，怎么回事啊？今天的支持回答，来，妈妈叫做什么名字？杜妹妹，来，给他们掌声一下，来，下一位，哎呀，这个我刚刚呢对那个穿黑衣服的很紧张，会崩掉。
有很紧张，看到你会折断。来，到这里，来，叫什么名字？什么？啊，王立山，王立山的爸爸是王英雄，英雄在哪里？在现场有没有？我没有，是不是？来，妈妈叫做什么姑姑？啊，你要一口气讲，为什么姑姑呀？大声讲出来，来。啊，顾明芳是不是？啊，第几名？第一名，还有第一名的舞蹈天才很多。来，第一名在哪里？第一名给先展示一下吧。你们出了好多的舞蹈天才哈。来，下一位，最后一位，哎呀，来最甜美了哈。来，一样，我们在这个时候要自我介绍一下。来，请告诉我们这支乐舞是谁编的？谁？少婷是你编的舞是不是？好，来，这叫什么名字？雨涵的爸爸是明正在哪里？明正有没有在现场？哎呦，明正不得了了哈，家里都出了很多精英哦，来这边有舞蹈天才啊哈，来舞蹈皇后都在现场，来，妈妈叫做真是的，姑姑叫做不理不睬。好了，先回去，来。